大家知唔知道啊？香港理工大學嘅學生竟然有機會接觸到人體標本啊！今次我會帶領大家參觀今個年度正式啟用，已經服務超過400名康復治療科學系師生同埋相關研究人員嘅實驗室。我係康復治療科學系實務副教授鄧建聰。我哋而家身處喺理大嘅數碼化解剖實驗室，而呢個實驗室分為兩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就係虛擬現實數碼化實驗室部分。我哋學系率先引入咗30套虛擬現實嘅教學設備，等我哋每一位嘅同學都可以喺過程中有咁沉浸式嘅學習體驗。我哋亦都配備咗多台嘅數碼解剖平台，提升老師同學生之間嘅教學活動。而第二個部分呢，就係我哋嘅人體標本解剖實驗室。實驗室裏邊配備實時影像系統，學生可以透過鏡頭清楚睇到標本，更具體明白人體嘅結構。實驗室入邊仲有3D 打印系統，打印3D 解剖模型、3D 標本，令學生同埋科研人員打印出相關人體結構嚟增加佢哋嘅學習體驗，有助教研同埋臨床康復治療。